进中医诊所，一位笑容温和的白袍大夫正等着我们。他的从医之路走得特别，就从家里一碗青草茶开始。我们小的时候生病来讲，或是中暑啊之类的，老人家就是在一些比较清凉退火的药，熬煮一些当青草茶之类的，就给你喝一喝，就是这样而已啊。本身客家人来讲就不一样，因为都比较节俭，好，那所以说他们都是路边啦，残花边啊，就是田埂边啊之类的，就是这样摘取一些认为可以用的药。没钱看医生的童年记忆成为上进的动力，从青草药偏方一头钻进中医药的世界。即使比别人花上几倍的时间，13年换得的证照就是他的自我实现。基因密码已经编写成，就是说你那种抗压性，那种牛脾气，就是耐磨。满柜子的医书背负着济世救人的使命，不忘时时钻研。就像医生的名字正业，要证明自己可以是病患的贵人，没有什么比得上病人一句谢谢来的宝贵。按自 C， 按自 C。所以如果我们要跟人家说谢谢，我们说按自 C， 按自 C， 按自 C。